国媒体报道说，如果美国派兵上岛保卫台湾，该部队将遭到中国军队的袭击。美国白宫国家顾问沙利文上周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说，美国将采取一切行动，确保中国大陆武统台湾永不发生。中国官方媒体对此做出了回应。据中国官方媒体 CGTN 报道，派往该岛的美军将遭到袭击。北京昨天再次将13架战机飞入台湾领空，同时通过媒体发出威胁。七国集团外长会议星期六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利物浦开幕。为期2天的会议的主要议程将是乌克兰和俄罗斯边境的紧张局势。在会议开幕词中，东道主英国外长利茨特拉斯呼吁团结反对俄罗斯、中国和伊朗。被指控对维吾尔人进行种族灭绝的中共要求其9500万党员生3个孩子。据报道，一篇呼吁中共党员干部自觉落实中国3胎政策的评论文章在网上引起争议，之后被删除。这篇题为“落实3孩政策党员干部应见行动”的文章9日发表于中国报道网，但昨天上午已无法在网上打开。中国出生人口数量近年急剧下降。意大利已决定在2035年之前停止生产和销售燃油车辆。如果该决定成为法律，从2035年起将只允许电动和氢能汽车上路。日本农林水产省10日发布消息称，英国政府朝着撤销福岛核事故后对日本产食品实施的进口限制，已着手推进国内手续。撤销对象涉及9个县的累计23个品种，截至明年2月将公开征集意见，若没有大的异议，预计最快明年春季撤销。美国中西部地区周五深夜受到多个龙卷风袭击，肯塔基州有超过50人死亡。肯塔基州长贝希尔周六对记者表示，恐怕有超过50人死亡或将近70到100人之间，灾情惨重。一座位于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市的中心摩天大楼，占地1.5公顷，高度为266.5米，将成为中亚最高的建筑之一。由土耳其和乌兹别克斯坦公司联合开展的项目建成后，将成为乌兹别克斯坦第一座也是最高的建筑。